们一起来为着今天的所有服事同工祷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神面前，摆上我们自己来回应神。我们一起来为着服事同工守望，让今天所有服事都是出自于我们内心对神的，不是内心对着自己，或者是对着别人，而是单单向着神。我们一起来为着服事同工守望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亲爱的天父，孩子在面前恭敬的摆上我们的所有，恭敬摆上你所为我们赐下的祝福。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如今我们要用这些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主，就求你来充满在每一位愿意摆上自己的服事同工的生命当中，使他们越服事越甘甜，越服事越了解主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主，孩子感谢你，求你来充满在他们里面。再来，我们一起来为着今天要带给我们信息分享的郑商牧师来祷告，求神与他同在，让他所预备的、所传讲的都是出自于神，所说的都是拥有神的启示在当中。我们一起来为着他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着郑商牧师来守望。我们一起开口，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谢谢你邀请带领你的仆人郑商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属于你的信息。主，就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在分享的时候能够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来分享，让他能够所说的所做的都能够出自于你，都能够行出主你所来的大能跟祝福。主，求你来将他的分享，将他的这些他所预备的都交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来带领着他，也带领着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看见主你的话语的奇妙。还是感谢你。好，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预备我们自己。我觉得祷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跟神一对一的一个感觉。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恭敬摆上我们自己，预备自己来领受神的话语，求神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我们这时候也再次的为着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天父，孩子来面前，再次将我们自己恭敬的摆放在你的面前。主，孩子求你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孩子的心可能因为在这个礼拜当中有一些事情正在搅扰我们，使我们无法安静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就求你来挪去那些阻挠我们亲近你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就是要单单的向着你，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亲近你。主，求你来，孩子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主，求你来，让我们是接受主你的带领，而不是带着你。主，求你来，还是感谢你，天父，孩子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来认识你，来接近你，来被你充满。主，孩子相信我们被创造不是为了要被你使用，而是主你要来亲近我们。主，求你来，透过这场聚会与我们说话，透过歌曲，透过分享来对我们说话，来翻转我们的生命。孩子感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我们一起从座位上，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透过敬拜，将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唱你的爱。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我们一起开拍手。
你的爱，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晨光中我得着生命。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诸天荣耀，就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爱是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是你的爱四面环绕着我们，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黑暗，终究会过去，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晨光中我得着生命。主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主是何等的奇妙，动心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你伸出大能双手，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主你是何等奇妙，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动心，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让生命真光，让生命真光照耀，让生命真光，让生命真光照耀。我们一起拍手，光耀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还是感谢你，主还是要来回应主你的呼召，主求你来呼召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对神的呼召。我们一起拍手。你认识我，你认识我，一直都爱我，拯救我的生命，赎回我，我愿为你而活，不回头每一天。我要宣告我，恩告我，拣选我，照我进入光明，燃烧我，带领我，高举耶稣生命。我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唱，认识我，你认识我，一直都爱我，拯救我的生命，赎回我，我愿为你而活，不回头每一天。我要恩告我，恩告我，拣选我，照我进入光明，燃烧我，带领我，高举耶稣。我们一起来唱，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旨意。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你呼召我。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旨意。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你认识我，你认识我，一直都爱我，拯救我的生命，赎回我，我愿为你而活，不
不会走每一天。我要宣告，恩膏我，拣选我，照我进入光明，燃烧我，带领我，高举耶稣生命。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旨意。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呼召我，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旨意。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我们一起来拍手。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Amen。我们来一起来宣告：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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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慕更像你。圣洁，圣洁，我一生属于你。圣洁，圣洁，圣洁，我渴慕更像你。圣洁，圣洁，我一生属于你。圣洁，圣洁，圣洁，我渴慕更像你。圣洁，圣洁，我一生属于。恩膏我，恩膏我，拣选我，照我进入光明，燃烧我，带领我，高举耶。恩膏我，恩膏我，拣选我，照我进入光明，燃烧我，带领我，高举耶稣生命。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旨意。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你呼召我，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旨意。你呼召我脱离黑暗，你带领我活出你旨意。我们一起拍手归让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那位永活全能的神。主，你是那位值得我献上所有的神。主，我愿一生跟随主你的心意，我愿一生跟随主你的脚步。主，求你来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让我们能回应你的呼召，对这个世代能够分享祝福，分享你的爱在这当中。主，求你来。主，我们将这首诗歌献上在你面前，渴望成为主你器皿。你是我灵魂，你是我灵魂的高台。我生命中的避难处，主，你在爱中找，在爱中找到你同在。主，我敬拜，主，我降服在你的脚前。我降服在你的脚前，受你的同在，感受你甜蜜的同在，渴望永远不要离开。生命真光是你的爱，是你的爱，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我的渴望，我的全心，将所有献上给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有你同在，生命的一坚定，献上自己，
做你器皿，将所有，只愿荣耀你生命。我降服，继续享受在主的同在里面，让神透过诗歌来感动我们。降服，我降服在你的脚前，感受你甜蜜的同在。我渴望永远不要离开，生命真光是你的爱，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我的渴望，我的全心，将所有献上给你，盼望，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我愿一生有你同在，生命得以坚定，献上自己，做你器皿，只愿荣耀你生命。现在对主说，我的生命属于你，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我的渴望，我的全心，将所有献上给你，我盼望，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有你同在，生命得以坚定，献上自己，做你器皿，只愿荣耀你生命，只愿荣耀你生命，只愿荣耀你生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您再一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上面。愿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也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引领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此刻我们用何等渴慕的心来到教会服侍敬拜你。主，求您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与你亲密的同在，通过你的信息来释放我们被捆绑的生命。主，我们恳求您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